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傾下一個可能好多人都聽過，但係唔一定咧真正明白嘅健康話題——膽固醇。大家咧可能喺報紙啊或者電視咧都聽過或者見過，話膽固醇咧係心臟殺手。又或者咧，大家成日聽到身邊啲人講，話而家連雞蛋咧都唔敢食咁多啦，因為咧膽固醇太高喎。啱啱做完身體檢查，發覺壞膽固醇偏高，仲可能有機會要食藥添。不過咧，其實大家咧應該要知道，膽固醇唔係十惡不赦嘅壞嘢嚟嘅，反而咧佢係身體咧必須要嘅成分。所以咧關鍵咧就係我哋咧點樣去控制呢個膽固醇。如果你唔了解咩係膽固醇咧，健康風險咧就可能會慢慢咁累積，亦都咧可能會搞到身體出事。咁我哋又講下一個真實嘅故事啦。我咧其實都識得一個30幾歲嘅白領，平時咧就好注重健康嘅，晚餐咧多數食沙律。自己就認為自己咧係一個健康達人，但係有一次咧喺公司嘅身體檢查嗰度咧，就發現佢嘅壞膽固醇咧係嚴重超標，去到好似話4.6添。咁醫生就即刻警告佢啦，佢有中風嘅風險噶，可能仲要食藥添。呢個唔係古仔嚟嘅，係真係發生喺我朋友嘅身上。其實咧有研究指出喺過去20幾年咧，香港年輕中風嘅個案咧，只有大約由18至到50幾歲咧，增加咗成3成嘅，其中好多咧都係同膽固醇有關添。另外，世衛亦都有數據顯示咧，全球每年有過千萬人係死於心血管疾病，而當中好大比例係同高膽固醇扯上關係嘅。呢啲數字唔係嚇你，而係提醒咗我哋，如果唔了解膽固醇係乜嘢，可能個風險真係好大，而自己就要承擔呢個風險。究竟膽固醇係乜嘢呢？好多人一聽到呢3個字有啲人就覺得好驚嘅，因為可能佢哋自己知道自己膽固醇不嬲高，但係另外有啲人就反而忽略咗高膽固醇，尤其是壞膽固醇對身體嘅影響，佢哋反而又覺得唔係一件大事，因為佢可能冇三高嗰啲問題啦，咁淨係膽固醇佢又可能覺得唔係啲咩特別嘢，亦都可能聽過好多都係遺傳翻嚟嘅，冇得減嘅，咁所以佢哋就比較忽略咗高膽固醇或者壞膽固醇嘅影響。但係其實膽固醇你可以當佢係一個幫助我哋細胞保持嗰個形態同埋個彈性啦，亦都係我哋身體需要嘅激素之一嘅原料，包括嗰啲雌激素同埋維他命 D 咁呢啲嘢係對我哋嘅骨骼情緒甚至免疫能力都係好重要。其實我哋人體嘅肝臟每日都會自己製造足夠嘅膽固醇嘅，好多時係唔需要靠食物去補充添。但係的確食物好似肉蛋同埋奶係會提供額外嘅膽固醇。不過其實問題唔係膽固醇本身，而係通常我哋係過量又或者食咗唔同類型嘅食物，令到膽固醇過高。其實網上都可以揾到膽固醇其實係一種蠟狀好似脂肪嘅物體嘅，佢係由大家嘅身體頭先講過啦，主要係肝臟嗰度自然到產生嘅。佢係幫助建造嗰個細胞壁啦、荷爾蒙啦，同埋可以產生嗰啲維生素 D， 亦都可以原來幫助消化呢個脂肪嘅。聽落就好似好複雜，但其實唔係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啲膽固醇就好似一隊車隊咁喺血管裏邊行駛。喺正常情況之下應該就係順暢嘅，但如果太多又或者係壞嘅膽固醇咁就可以塞車啦，引發呢個身體問題。
大家都成日聽到噶啦，膽固醇咧係分兩大類嘅 ，LDL 同埋 HDL。咁 LDL 咧就係壞嘅膽固醇，即係話係低密度脂蛋白。佢咧就好似一個唔負責任嘅速遞員咁啦，亂咁將啲膽固醇送到去大家嘅動脈壁上面，咁咧慢慢咧就堆積起嚟，形成斑塊，就會令到咧呢個血管變窄啊、變硬咁。呢個咧就係動脈粥樣硬化。另外咧 HDL 咧就係好嘅膽固醇咯，即係話高密度嘅脂蛋白，佢咧就好似好勤力嘅清潔工咁，就將多餘嘅膽固醇掃翻去肝臟去分解。如果咁樣講咧，大家係咪會比較清楚少少壞膽固醇同埋好膽固醇嘅分別咧？不過咧，頭先都講過啦，好多人咧就認為高膽固醇咧係同飲食係有關嘅，但係咧其實唔係淨係少食啲油膩嘢啊咁簡單喎。事實上咧，肝臟咧係會自動調節膽固醇嘅水平嘅。真正嘅問題咧係嚟自飽和脂肪同埋反式脂肪。例如咧，好多人好中意嘅港式奶茶、叉燒飯啊，裏面用嘅油啊，例如豬油咧，係會推高呢個 LDL， 即係壞膽固醇嘅。所以咧，亦都係咧，好多人開始咧係食多啲有益嘅堅果啊、深海魚啊，同埋魚油嘅，因為咧佢哋知道裏邊呢啲嘅 Omega 3啊，就係可以提升好嘅膽固醇。另外咧有啲人就話成日做運動咧都會有膽固醇喎，所以咧膽固醇咧係避唔到嘅。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錯誤嘅資訊嚟嘅。根據咧美國學會雜誌喺2024年咧做咗個分析咧，原來咧一個人咧每日咧好快咁走30分鐘嘅路咧，已經可以咧降低起碼10% 嘅壞膽固醇，效果咧有時仲好過去食藥嘅添。嗰個分析咧係集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咧，就證實咗咧持續有氧嘅運動咧就係有效嘅方法。咩叫有氧運動咧？譬如做運動嗰陣時咧，你會氣喘比平時會呼吸得大啲啊，即係例如跑步快步咁行甚至游水呢啲咧都係令到你喘氣，呢啲咧就叫做有氧運動。所以咧做運動咧其實係可以咧減低呢個壞膽固醇，亦都咧好多人咧其實忽略咗。但係咧另一方面咧，其實大家都要注意，生活方式咧原來都係好緊要嘅。特別好多人而家要留意嘅就係高膽固醇咧唔係老人病嚟嘅，因為根據好多研究咧就話咧全球嘅心血管報告咧而家咧有年輕化跡象。點解咧？因為好多年輕人咧生活喺呢個壓力大又成日捱夜又好似香港人咁啦，成日出去食外賣啦，所以咧好多時咧嗰個壞膽固醇係比較高，甚至超標嘅。仲有亦都有研究話咧，慢性壓力亦都會咧提高呢個皮質醇咧，間接咧就令到呢個壞膽固醇咧留喺血管嗰度，加速呢個咧動脈硬化。呢個研究咧亦都係經過嚴格嘅事實核查嘅，證明咧壓力咧亦都係隱形兇手嚟嘅。仲有原來高嘅壞膽固醇唔單止影響心臟嘅，仲會影響個腎同埋糖尿病嘅。不過咧，大家要記住，膽固醇咧，頭先都講過啦，唔係我哋嘅敵人嚟嘅，我哋係需要佢嘅。只不過咧，我哋係要認真咧咁去管理呢個所謂嘅健康夥伴。咁咧，好多醫生咧都建議，我哋首先要知道自己嘅膽固醇水平啦，所以咧要定時去做體檢，因為咧定時做呢個身體檢查咧，先可以及早發現有冇高膽固醇，或者你個壞膽固醇指標，甚至你個好嘅膽固醇夠唔夠。咁咧，等醫生或者呢個驗身報告咧，幫你評估你嘅健康風險啦。如果大家做完身體檢查，發現
膽固醇係超標，又或者唔夠好嘅膽固醇，咁咧其實好多專家咧都有提議點樣去做好呢個膽固醇嘅管理嘅。咁例如飲食方面啦，頭先講過啦，就係地中海嘅飲食方式，例如食多啲三文魚啊、沙甸魚啊、菠菜啊、藍莓啊、杏仁啊，煮嘢加少少橄欖油啊，唔好食咁多加工嘅肉啊、煎炸嘢啊同埋甜品。所有呢啲好似好細微嘅動作或者平時食緊嘅嘢，都係咧可以幫助大家控制呢個膽固醇。除咗飲食咧，頭先講過啦，運動咧都好重要喎。例如咧，每日做20至30分鐘嘅運動，可能咧已經可以幫助減低呢個膽固醇。未必話要日日去做健身，但係譬如行多啲路啊，返工行下路去公司，食飽飯又行去公司，或者返屋企有一段路係行早2個站落車行返去咁呢啲咧都可能有幫助。因為好多研究咧，其實都係支持呢個持續有氧運動咧，係可以提升呢個好嘅膽固醇，亦都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同時咧，係幫助你減低壞嘅膽固醇。咁大家咧可以由細步開始啦。例如頭先講啦，每日行多少少，慢慢養成嗰個習慣。咁咧，你可能會覺得身體更加輕鬆，甚至到你驗身嗰時咧，就發覺膽固醇都會有改善嘅。除咗飲食同埋呢個做運動，咁當然啦，大家成日聽嘅戒煙啊、戒酒啊，或者唔好飲多酒啊，咁同埋有足夠嘅睡眠咧，亦都係好重要。因為咧，原來食煙咧係會破壞呢個好嘅膽固醇。而酒精咧，亦都係會推高呢個三酸甘油酯，呢啲咧都係壞膽固醇嘅幫兇嚟。同時記住要管理呢個壓力，可以做多啲 yoga 啊，或者冥想啊，聽多啲音樂啦，同朋友傾下偈啦。因為咧頭先講啦，慢性壓力咧係隱形嘅兇手，大家要去識學會呢個放鬆。咁咧就可以幫助呢個血管做 SPA 咁樣，亦都咧係可以幫助減低呢個膽固醇嘅。咁可能每日花10幾分鐘做下深呼吸運動啦，又或者參加瑜伽班啊。咁長期嚟講係一定會幫助到呢個減低壞膽固醇，改善大家嘅整體健康。最後咧都講下啦，頭先講過啦，有啲人都認為咧。高膽固醇好多時咧係遺傳嘅，咁呢個咧亦都係有呢個證實咗嘅係有遺傳嘅機會啦。咁但係咧更加就係因為咁咧係要需要去管理好你個膽固醇水平。例如如果大家知道屋企人不嬲都有高膽固醇嘅病例咧，咁咧就應該早啲咧去做身體檢查。因為咧遺傳高膽固醇問題咧，其實真係可以治療嘅。越早發現咧，或者甚至如果需要食藥嘅話咧，就更加可以保護大家嘅健康。呢個咧唔係多餘嘅擔心，而係負責任嘅行為。因為咧可能唔係淨係你嘅健康，你嘅子女亦都可能受到呢個遺傳嘅影響，更加需要去提早管理好呢個膽固醇嘅水平。膽固醇管理咧，其實係一個可以話係持久戰啦。大家要從呢個科學營養生活方式同頭先講嘅遺傳角度一齊入手。咁咧，我哋咧就唔需要對膽固醇過分驚啦，但係咧一定要有足夠嘅認識，因為咧身體係需要呢啲膽固醇先可以正常運作嘅。但係咧，如果有太高嘅壞膽固醇咧，身體咧係好容易會出現問題嘅。總之，驗身驗血其實已經可以查到你個膽固醇水平，跟住食好啲，唔好食咁多冇益嘅嘢啦。頭先提過啦，亦都係多做運動啦，
咁咧其實已經係可以幫助大家控制好呢個膽固醇。咁希望透過今日嘅分享咧，大家可能會對膽固醇嘅認知或者一個嚴重性對身體嘅影響有更加深入嘅了解啦。好，今日就分享住咁多先。我係 Bobby 仔，多謝大家收睇，咁下一集見啦。